2025年12月份生活聖言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2章10節。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倫嘅時候，失去咗一切，佢哋嘅土地、君王同埋聖殿，所以再無法敬拜上主，嗰位曾經引領佢哋走出埃及嘅天主。但係佢哋喺一位先知口中得知一個令人震驚嘅宣告：係時候返屋企啦！上主將再次施展大能，帶領以色列人穿越荒野同埋沙漠，返到耶路撒冷，並且地上萬民都將會見證呢一個好似奇蹟一樣嘅驚人事件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2章10節。即使喺今日，好多新聞都充斥住令人震驚嘅消息，人失去咗工作、健康、安全同埋尊嚴。尤其係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茫焦慮，佢哋嘅國家因為戰爭同埋氣候變化陷入貧困，人民失去咗土地、和平同埋自由。一個全球性嘅悲慘景象，讓人窒息，前景一片黑暗。邊個能夠拯救我哋，讓我哋免於自以為擁有嘅一切遭到毀滅？只有徹底失望。但係先知嘅預言亦都係對我哋講嘅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2章10節。先知嘅話揭示咗上主喺個人同埋集體歷史中嘅行動，並且邀請我哋睜開眼睛去觀察呢一個救贖計劃嘅跡象。事實上，教師對教育工作嘅熱忱、企業家嘅誠實、管理者嘅正直、夫妻之間嘅忠誠、孩子嘅擁抱、護士溫柔嘅關懷，以及祖母嘅耐心，仲有嗰啲勇敢咁提倡和平、反對罪行嘅男女，以及社區熱情好客嘅精神，都喺度展現上主嘅救贖工程已經發揮作用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2章10節。聖誕節即將嚟臨，喺純真同埋柔弱嘅聖嬰像前，我哋可以再次認識到天主喺人類歷史中嘅耐心同埋仁慈，讓我哋以抗潮而行嘅抉擇嚟見證呢一點。盧加勒咁樣講：喺我哋咁樣嘅世界裏面，鬥爭被理論化，法律屬於強者，最精明嘅人，最肆無忌憚嘅人。有時一切似乎都係被物質主義同埋利己主義所麻痹，而解決之道就係愛近人，呢一個係能夠治癒佢嘅良藥。佢好似一股神聖嘅暖流，散發開來，滲透咗人同人之間、群體同群體之間嘅關係中，並且逐漸改變社會。
一如對以色列子民嚟講，而家亦都係我哋踏上旅途嘅時刻，讓我哋邁出決定性一步嘅良機，去幫助嗰啲渴望關愛同親近嘅人，無論係年輕人或者老年人，窮人或者移民，失業者或者無家可歸者，病人或者囚犯。去見證天主臨在喺我哋中間嗰一份溫柔同埋富有成果嘅愛。而家要傳遞呢一份希望嘅訊息，就係必須跨越地理上嘅邊界。往往佢哋會變成高牆或者痛苦嘅戰線，但係亦都包括文化同埋生存嘅邊界。除此之外，往往活躍喺大量年輕人嘅數字社群，亦都能夠有效咁幫助人去克服攻擊性、孤獨感同邊緣化問題。正如剛果詩人亨利·布庫魯咁樣寫：哦，神聖的希望，看，在狂風絕望的烏煙聲中，最美麗的情詩的開篇卓然浮現，希望就在明天。大地四極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依撒意亞先知書52章10節。